你知影有个人来表演，伊就是拢徛伫遐，拢无叮当，无啥物反应。啊，你就来，你就是爱放轻松，因为我定定去甲遐个无伫叮当的人错，来看阮表演的人，就感觉讲这是一个大家拢爱有的，淡薄仔神啊，足神的。工课、甲家庭，还有音乐，这三个恁是安怎做分配？你若爱这个物件是你自己做，生活跟创作之间，你掠一个家己上舒适，因为创作会当互你的生活活。飘乱会伫我周围，我看地动势，春夏秋冬，秋风秋风。